大家来祈祷，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你恩待阮，听阮世间人，特别拣选阮，互阮入捌主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主你降世这款奥妙，阮爱定定学习，定定去吟味，定定去提醒。主，你的降生是甲阮世间每一个人拢有关系。感谢你，互阮领受到这款的祝福，也阮搁一遍通过你的话来警醒、来提醒、来互相的祝福。愿你带领阮下面分享的时间，感谢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今日早起，伫咱圣歌队的诗歌了后，咱要三甲分享一个题目。这个题目就是肉身降世，普世救恩。当然，拄则已经有读3段的经节，咱大先也要来学习讲，第一段经文有讲起到咱伫圣经内面一段非常奥妙的经节，就是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的这个第1章第1节到14节这段经文，这段经文拢无讲到耶稣这2字，也毋过所有的故事、所有的陈述，都是咧讲耶稣。所以耶稣道成肉身的奥妙，伫这段经文充分甲咱做真清楚的描述，也互咱会去理解到讲上帝的祝福、上帝的拯救、上帝通过独生囝耶稣出世地面上，迄个奇妙的列理，咱基督徒毋但是爱识，而且爱确信，而且爱将这个宝贵的道理传福音伫每一个人的中间。主耶稣以道成做人，道是对中国的字，这字道，咱感觉讲所有的原理叫做道。当时翻译圣经的人，这个 logos 该翻译做道，也成做咱华人的基督徒一个真奥妙的翻译。道伫万理之中，道也是一个大奥秘。道就是上帝，道成肉体就是成做耶稣基督。当这个道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规律，然后成做人的时，咱就感觉到这个大奇妙，就是伫咱人物的主耶稣伊所讲的道理甲福音的中间。所以点伫咱中间是为着要互咱人物伊。但约翰福音第1章13到14讲，因毋是对血统，毋是对肉欲，嘛毋是对查甫人的意念，是对上帝生的。这句话就是在甲咱清楚界限讲，咱世间人的一代传续过一代，是通过上帝所创造这个奥妙。但是上帝和耶稣基督出世，毋是通过人的方式，是对上帝所生的。这就是超越到人一代传一代迄个罪的罪性，伫耶稣的身上无产生。所以14节讲，道成做人，点伫因中间，充满恩典甲真理，道成做人。这个宇宙充满的规律，伊该形成一个人看会到的一个个体，就是耶稣。讲点伫咱中间，安怎充满着恩典甲真理？阮有看见伊的荣耀，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。这个荣耀毋是世间人用君王所装他，而是有这款的这个场面非常的热烈，安尼叫做荣耀。亲像伫过2天后。咱大家县市的市长拢要就任，大家讲按那设计互伊一个安尼足风光的就任式，哇，徛上台仔顶安尼充满着荣耀。迄款荣耀是虚幻的荣耀，是人所装他出来的荣耀。咱的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伊是对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所道成肉体，所以讲天父独一的囝，迄个荣耀只干那伊有尔点。兄弟姊妹，超越到人类啦，超越咱世间人家己的
思考智商所会当理解。大灵的天父为着疼咱世间人，伊用符合人类会当理解的方式，就是道成肉体，也就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，伊肉身降世伫地面上，通过扎西鲁玛利亚，人来显示伊家己。意思是，咱世间人都安尼真微细，咱世间人都眼光都看到遮那点。啊，咱的上帝讲啊，要怎互咱世间人捌伊呢？啊，用各种方式，上特殊的方式就是真侪人，真侪世间人，这是耶稣降世的目的。所以上帝人显示家己的方式，大概伫圣经的内面吼，有分做两个部分啦吼。第一就是照着咱所看会到的大自然的启示，照着这大自然。因为伊所创造的世界，咱因为看到这世界的奇妙，看到这个世界的水，咱就安尼认捌这个创造主。所以罗马书第1章20节安尼讲啊，对创世以来肉眼看袂到的上帝，永远的大能力甲神性，通过受造的物会当清楚看见，所以因拢袂当来推责任。意思是讲，创造的上帝啊，互咱看见伊的大能力吼，甲神性，就是通过伊所做的物，咱知影，咱若是看见大自然迄种的水，看见天顶的星辰，看见这个地球以及这个所有宇宙的运转，足侪人讲啊，你若对这个还阁无去感动着上帝的创造，大概。若毋是你愚公，就是你故意要唬人啦。啊，无是安怎？咱人当咱拄着迄个大自然的灾难的时阵，也是大自然咱人袂当控制的迄款的溃力的时阵，你会讲天啊天啊，你啥你会去叫？是呢，你知影迄毋是人的溃力所会当做动的。啊，所以上帝互咱看见山川大海，看见。迄个云的变化，看见迄个树林的水，看见迄个春夏秋冬的变化，兄弟妹，迄就是一个在人物主上水的机会。所以嘛有一派有一派基督徒伊较无爱用人为的方式，伊足爱去大自然的所在伫灵修啦。伊感觉讲啊，我都看到迄个树木遐尼青翠，啊，看到迄个云彩的变化。我就知影讲，上帝伫遐，上帝伫迄个大自然中间，啊，这咱人拢会去体会到啦吼。啊，但更较具体就是道成肉体，照着独生子耶稣，伊来降世，互咱亲目看见，亲身拄着，亲耳来听见伊对咱讲的话。所以约翰福音1章18节，伊讲无人捌看见上帝，只有爸心怀中独一的囝有甲伊显示出来。意思是上帝充满着宇宙，充满伫你的心，充满伫咱看袂到的空间。也毋过为着要来显明，伊是上帝，所以伊讲只有通过伊独生的囝显示出来。只有别项无，只有。那提摩太前书3章16节嘛安尼讲大家拢宣认咱信仰的奥秘是遐尼大。基督显现做人，圣神认定做义。基督伊显现啦，意思是咱的主伫天顶，咱的上帝是太初就有道，道甲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，道通过道来创造世宇宙。所以耶稣基督是原起初甲上帝同在，但是伊为着要显现，甲这个奥秘，甲伊安尼拍开。就显现做人，然后用圣神来感动人去认捌伊啦。意思是有人看见耶稣，啊，有人毋捌伊呢，未理解呢，未清楚啊。啊，所以当时的犹太人，才甲耶稣定是一个啊。啊，这个就是奥秘，这个奥秘，圣神点醒咱大家。约翰福音的12章45节到46节，耶稣伊家己讲，伊讲。看见我，就是看见找我来迄位啦。
看见我，就看见找我来迄位。我做光来到这世间，是要互信我的人，拢袂掂着黑暗。所以你看见耶稣，你信靠耶稣，你就是看见上帝，看见车来迄位。所以耶稣讲，伊用做光，意思讲咱人看袂清楚嘛，因为耶稣嘛是一个伫当时的世界，就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。所以是安怎，遮个人中间，耶稣是会当看见上帝咧，是因为伊做光，伊将上帝显露出来。伊通过伊的话语，通过伊的宣告，通过伊行的新约，通过伊无犯罪，通过伊为咱来救赎，钉伫十字架顶。所以讲，互咱拢无搁再掂着黑暗，咱就看见啊，原来迄个凸显出来，就是迄个明显，耶稣基督就是伫遮，伊的救恩就是伫遮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嘛会使讲，咱基督徒常常咧讲一句话：以马内利。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呢？伫旧约几啊百年前就安尼有言，以赛亚7章14节安尼讲：主要亲自赐恁一个记号，有在色女要怀孕生囝，要甲伊号名做以马内利。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上帝甲咱同在。所以，请记得耶稣出世伫地面上，耶稣来到世间，就是显露上帝要甲咱伫地的意思。啊，他关键是在于咱人有看见这个奥秘，有圣神来点醒，有圣神甲咱指示，然后咱领受这个上帝同在，咱有领受着以马内利。这两日有看见咱的教会公布，咧写一篇足趣味的报道。报道讲，啊，咱伫几啊十年前，啊，迄个时阵咱台湾抑阁是一个戒严的世界，啊，所以去做兵你写的批拢都要检查，写的批，迄个辅导长也是遐证件师拢要甲你检查。啊，有一个基督徒啊去平湖做兵。啊！伊写批，啊写迄个圣诞卡，咧甲人祝福的时阵，最后迄句讲以马内利安尼，哇！去互迄无信主的迄个证件师，也是辅导长看到，就叫来问啊，问讲即句话什么意思？即句话你是毋是有啥物通关密码？啊，你有啥物迄个电报报迄个暗示啥物军事机密？哇！问到安尼有100字安尼啊，通过迄个啊，伊咧讲一个，讲一个错误，啊，有一个安尼足奇怪的遭遇就对啦啊，伊咧讲起就讲啊，即句话真正是咱基督徒的通关密码呢。因为你知影即句话是咧讲起耶稣基督的救恩啊，所以伫早前即个以马内利，也是讲有人用白话字咧写的时阵，啊，足侪人看无，啊，看无就乌白误会，真正是咱。伫主的内面，咱知影讲啊，迄个奥妙，迄个恩典甲祝福啊，若知的人实在是祝福去的，毋知的人甲当作是啊，一个迄个军事情报安尼。但兄弟姊妹，请记得主耶稣降生的目的，伊毋是来观光啦，毋是来世间行一年啊就转去，毋是，是要来带来救恩的。伊嘛无四过去甲人宣扬啊，讲即个救世主来啊。啊，威风凛凛无，伊降生伫伯利恒的时阵，差不多拢无人知影。只有大概圣经所记载是东方的博士，因看见啊星象啊，对着星来找到耶稣的所在，来献礼物。佫一个就是，嘛毋是家己知啦，是天使甲报的，就是伫旷野的即个各样的。佫有一位知。啊，毋过惊啊皮皮喘，迄嘛是人甲讲的，是博士来甲即个希律王讲，我要来找东方的，对东方来要找一个王呢。哇，即个家己做王的惊啊要死，像啊，佫有一个王要甲我占我的位安尼，啊，所以就发生一个耶稣出世的时阵，就是发生人类家己的残酷，迄个邪恶的悲剧，就是
希律王下令，把所有2岁以下的细囝拢杀死。所以，一方面主带来救恩，一方面人的罪要继续在犯，要搁继续在斩杀。兄弟姊妹，咱通对这道家族体，搁一面来做一个真重要的提醒甲学习，道点伫咱中间。约翰福音1章1到14节这段话，互咱真清楚的启示讲，耶稣基督的道家族体，迄个真正的意义，来甲咱世间人讲，这个主耶稣就是道，是一切生命的源头，是生命的光。伊这个道的意思，伫这个所在讲了非常的清楚，也是讲经文这段经文，甲耶稣降生的目的实在是讲了非常非常的彻底甲清楚。而且咱能看见这段话，互咱的3、4项的学习。第一，道家族体是表示上帝无条件的疼，上帝无条件的疼。咱有进前读过这段经节，咱印象真深，咱会晓背经节。约翰福音3章16节讲，上帝连伊独生的囝拢赐予世间，要互大家信伊的人免灭无，反正通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伊遮尔疼世间，伊疼尔疼世间。约翰一书的4章9节讲，上帝赐伊独一的囝来到世间，要互咱对伊得到活命。对这个上帝的疼显明伫咱中间。同款咧讲到这个独一的囝来到世间，互咱得到活命，咱安尼来认捌上帝的疼。第二项是上帝的疼的囝，伊委屈家己就对啦。伊屈身俯就，就是讲，伊原来是伫天顶的宝座的，为着要救咱人，要救你甲救我，伊就是委屈诚做有形体的人来到世间。约翰福音第8章42节讲，耶稣讲：上帝若真正是恁的爸，恁会疼我，因为我对上帝遐来。现在伫遮，我毋是照我家己的意思来，是上帝找我来。因为上帝的意思，上帝奇妙的立理甲安排，毋是随随便便耶稣就出现伫咱中间。咱出名的经节，腓立比书2章6节到7节讲，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，伊反倒摒空家己，取奴仆的身份，出世甲人同款，用人的形体来出现。意思是摒空家己，甲原来迄个荣耀、超越、奇妙的主，伊摒空，甲迄个身份甲摒空去，用奴仆的形象，用人的形体来出现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请你会记得，耶稣伊真清楚家己神性，伊家己的神性就是讲，伊是代笔的主哦。伫马太福音才有记载，但是若照人性呢，照人的迄血统，伊阁是代笔的子孙。一面伊是代笔的主，但是伊一面阁是代笔的子孙，这就是上帝真做道家族体的奇妙。第三项，耶稣基督伊的独一的救赎啦，唯一无别条方式，无大个管道，普世无有别个方面会当得到救，只有通过耶稣基督唯一的救赎。咱看见约翰福音14章第6节，耶稣讲：我就是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。若无照着我，无人会当爬到爸遐。我是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。若无照着我，你家己找路找无路，你找路是此路不通的。你靠这圣人真道理来救赎是有限的，是不足的。只有透过耶稣基督迄个奇妙的救恩，毋是人所做的功德，也是人家己的能力。使徒行传4章12节清楚甲咱记载讲，彼得讲：除伊以外无有拯救，除伊以外无有拯救，因为伫天下人间无有赐落别的名，咱会通靠着伊来得救。请会记得彼得明明确确讲的，而且这是圣神降临过，彼得正人讲道中的讲的话，意思是彼得伊有圣神的充满了后，伊甲即句奥秘讲出来，无别的名，嘛无别的拯救，除了伊以外，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，佮最后尝试
耶稣基督的降生是普世的救恩啦，毋是针对某一种人、某一种的资格，也是某一种的阶级。约翰福音9:12节讲，遐个接纳伊的，就是信伊的人。伊属因有权，成做上帝的囝儿。请会记得兄弟姊妹，现在咱都要招人来信耶稣，现在咱甲人报告主降生的好消息，现在咱招人来听道理，咱来做见证咧。是你爱互伊接受啊，你爱互伊接受，伊才有机会成做上帝的囝。啊，所以咧，咱用尽办法。伫今年咱有透过足侪方式，有诶用圣诞的餐会，有诶诚做一个福音大会。咱嘛通过两梯厝的即个咱讲的即个幸福小组，目的拢是为着要互遮个人、世间人，伊清楚认捌耶稣，而且会接纳伊，因为伊安尼才有机会做上帝的囝。爸上帝找伊的独生囝，是要做世间人的救主，是为着要拯救失丧的人，做救主，拯救失丧的人。兄弟姊妹，我招咱伫即个圣诞节，咱毋只干那是一个闹热的庆祝，办真侪活动来表示啦，定，这是即个一个情调就对了。但是咱内面的实质，咱望讲去顾到即个救主降生的意义甲行动。第一，请咱记得毋通模糊焦点，毋通甲圣诞节的焦点甲拍乱去啊！请会记得主耶稣才是世间人上宝贝的礼物。咱知影咱伫圣诞节才该送礼物，对吧？送礼物，你爱甲伊讲，我这个礼物吼是真卑微啊，真少。我要送你上大的礼物，就是耶稣，耶稣的救恩。咱毋通甲迄个一寡商业行为吼，看作是主角。所以耶稣才是主角。毋通互商业的活动喧宾夺主，来互迄个救恩模糊掉。所以呢，咱遐个外表的装饰是有伊的需要性，但是毋是取代性的。咱透过这各种的节目，咱办足侪活动，我会记得，咱逐摆若要过圣诞节的时阵，无论中级会，无论小会，无论是各团体、各牧区，大家拢想尽办法，为着要安那，为着要吸引人来。但请会记得。迄个毋是目的，吸引人来是为着要互伊知影讲我要介绍你一个上宝贝主耶稣基督。所以毋通甲次要的玩乐佚佗就对啦吼，取代心灵中真正的救恩的喜乐。迄个救恩喜乐才是永恒的喜乐，遐是上宝贵袂当取代的礼物。所以基督徒无用迄个无福音意义、虚假的故事来取代耶稣基督的诞生。意思是咱一直伫边啊，吼旁敲侧击啊，咱伫边啊，伫遐描述代表啊，然后就是要甲带伊来到耶稣的面前。你若感觉带到遐，怎定袂伫迄个所在？所以呢，伫外国定发生即款的故事啦，吼，发生即款故事就是讲，大家拢问讲圣诞节是庆祝什么？一般拢咧讲就圣诞老公公。伊用迄个现实的、迄个小可迄种快乐。来取代迄个救恩的快乐，所以甚至外国有迄个老师吼，甲因讲圣诞老公公是假的吼，所以互学校甲施禁呢。所以变做讲，即款代志足荒谬，对毋对？圣诞老公公本来就是假的啊，哪有半暝吼，半暝恁兜会有迄礼物放伫你门口咧？毋是啦，迄是恁爸爸妈妈甲你放的啦，毋是圣诞老公公啊。但即款故事吼，伊就讲了神过神奇啊，煞甲圣诞老公公当作是主角。虽然听起来改成你若讲破坏伊个迄气氛啦，但是咱爱甲囝讲互清楚。咱若讲昨天晚上圣诞老公有来哦，吼，煞用圣诞老公咧骗囝，安尼都毋对啊。坦白甲讲圣诞老公就是较早吼，迄个疼的代表，伊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疼，伊真济一人，所以咱爱学圣诞老公迄种疼心。用安尼来讲，毋是讲圣诞老公公是带对耶稣。兄弟姊妹，第二是咱爱把握着救恩的较久啦，把握着救恩的较久。因为
伫约翰福音1章18节讲，无人看见上帝，只有爸心中独一的囝，该显明出来。你有要抓到迄个独一的证明。第三，请会记哩，咱咧常常查考圣经，因为查考圣经才会当看见耶稣基督救恩的全面啦。吼，毋是圣诞节啊，甲咱报一个佳音安就过啊，是你啊一直去研究、去了解，因为圣经约翰福音5章39节讲，耶稣讲，恁研究圣经，因为恁想伫迄内面会找到永远的活命，伫圣经内面就会找到，然后其实就是圣经在为我做见证，圣经咧见证这个救主耶稣基督。啊，你无去查圣经，啊，你讲我有信，安尼就矛盾啊，还是讲你？信到浅浅啊、皮皮啊，啊无够坚固。最后强，就是传福音爱带人入捌主耶稣。你无论任何的庆祝，拢无达得你甲人讲耶稣听你，耶稣成做你的救主，比你任何的庆祝佫较有价值。所以我招咱听这，会去你用各种的方式。来甲你的身边的厝边、你的家内人、你的朋友、你的同事、你的同学，甲因讲，我要报告你一个好消息。这个好消息是关系你全人类的。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要带来救恩甲祝福。你若得到这个，比你得到全世界佫较价值。罗马书10章13节安尼甲咱提醒，讲因为所有求救主的名的人，拢会得救。毋过因都无信伊，哪会求救伊？都无听到，哪会信伊？都无人传，哪会听到？这句话是用反面来讲，啊，这个救恩真好，啊，毋过都无人去讲，无人去传，无人信，啊，等于无讲嘛。所以呢，罗马书10章15节讲，都无车牌，哪会传？照圣经所记载，传播福音的人，因的脚脚遐尼水。希望咱今仔日伫圣诞节中间，通过牧师所分享这关键的圣经节，互咱去把握到耶稣基督救恩的难度，多正肉体的祝福。最后，我要读一个教宗啦，吼，天主教的教宗啊，这个方济各哈，伊伫旧年的圣诞节啊，有发表一篇真有意思的圣诞的上赞的话语，啊，有几段真有意思。啊，我直接读来做结束。伊讲，圣诞节通常是一个足闹热啊、足吵杂的派对，就是节目就对啦。但是咱会当用一点仔安静来听听的声音。当你决定每一日定头生，互上帝进入你的灵魂的时阵，你就是圣诞节。意思是你若决定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灵魂内底，当你抵抗大风甲生活的困境的时阵，面对生活的最最残酷的挑战的时阵，你就是迄张圣诞树。当你的美德好品格装塔你的生活的色彩的时阵，圣诞装塔就是你。当你用电话组织并追求团结大家的时阵，你就是迄个圣诞的钟声。当你用善良、耐心、快乐甲慷慨来照光你的生命的时阵，你就是圣诞灯。当你向世界传达一个和平、正义甲疼的信息的时阵，你就是圣诞的天使。当你带领某一个人见到主耶稣，你就是圣诞的星。尤其当你无计较，甲你上好的物件互伊的时阵，你就是迄个智慧者，就是迄个博士啦。当你处入内心的和谐的时阵，你就是圣诞的音乐。当你是每一个人真正的朋友甲兄弟的时阵，你就是因的圣诞礼物。当你的善意写伫你的手中，这就是你的圣诞卡。你愿意怀着中间和平甲宽赦，你就是迄个圣诞的祝福。当你大方提供面包甲希望，互你身边的送向人的时阵，你就是咧享受圣诞的暗餐。你就是迄个圣诞眠。当你谦卑反省，
愿你伫无人插杂的安静、充满救恩的暗暝，你的信息佮温柔的微笑，伫永恒圣诞的平安中，主的王国起造伫你的内心。愿这个圣诞的大喜的日子，祝福每一个人拢成做家己甲别人的圣诞节。兄弟姊妹，愿这个圣诞节真真正正出伫你我大家人，互人看见的时阵，你就是圣诞节，因为你有上帝耶稣基督的光。